工作个头都这个鸟。我们都可以弄弄呀。是。我的仔。这那个呢？我仔。那你们自个儿弄了，自个儿就上去了。我这玩意这些老仔，这不简单啊！绕到啊！绕到人。这家伙在这整了，这个哎，走，这我事儿，这老板，老板，当或者当什么？当什么？我这来了，还没打开空调，真来了，人家干嘛？我走动完了。管他用啊！呀，这个就给他了。你抢，哎，你说啊，这个呀，看你抢啊，好嘛？啊，最大。你给找现在啊？知道的，上次那个，那个他这个就给他了。啊，是吧？啊？啊？是吧？看到他们这个放后头呢，啊，这个比较正常。你做好没？那到时候那个，我买东西都是吃不完的。他这咋不有？这准备了，别别干。准备了，这人准备了，我到这边。慢慢吃。